说水个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合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一间大公司咧开会，大家偏偏坐到职员20-30个，总经理邀请一个专家学者来指导。坐伫下骹边遐职员，大家都互相欺侮起处啊。一个甲边仔讲，我看迄个学者吼野蠓术啊。即句野蠓术啊，哪解说？这对做戏的戏台顶流传出来的俗语。蠓术啊，实在讲，那汉文讲叫做佛电，对啦。收道人出来举迄支，有电爱就用迄支落去背。毋过台湾人看到迄支讲啊，迄个术蠓的，或者蠓术啊吼。所以收道人举蠓术啊，另外佫两句，原来共款的解说，就是讲迄个顶先天，迄个行云顶的。简单讲，迄个道行深高的就对啊。职员互相伫咧教耳仔讲，带一个举蠓术啊来，意思讲吼，哦，迄功夫足好的，甲咱级数无共的就对啊。所以真正顶先天来遮要指导啦。毋过哪有迄个不好的呢？正平即个甲倒平迄个讲，看到顶先天行云顶的来，行云顶的，都毋是行土骹面的，毋是啦，会晓飞天转地，有修行的啊，道行深高的来吼。人安尼咧讲，倒平即个煞无咧甲信道讲，啊，迄无定当无三个宝咧。即句当无三个宝，原来是国正讲。戏台顶流传出来的俗语，国情啊，你要怎证明讲戏台顶的？煞毋知讲朋友你有捌看过《隋唐演义》？当高祖李渊咧起义的时阵，身躯边几落的武将，你想讲到落尾民间流传变做是门神，我地宫真属宝，以外佫一个听我叫听家金。咱解文说理原来捌探讨过，到尾人讲做听狗金啊，伊功夫好啦，毋过敢若三个宝尔，到甲第四个伊就无法啦。结果连听家金的三个宝你都当无法嘞，所以表示讲你无困买，原来无外熬啦。好，倒手边即个职员讲吼，啊若真正当无三个宝，那么吼，当徛伫台顶咧讲话，迄个专家学者伊就互拍出人外啦，拍出个人外，两款解说，一款讲布袋戏野翁仔做武戏，两个相拍，拍输的迄个翁仔牵出人外；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讲。摆果子蛋未出蛋进前，爱经水的果子起来摆人面。啊，若迄落歹的，已经烂下，已经倒有各样的，咱就甲拍出人外。这拢是民间流传，活跳跳，真活泼，搁真艺术。台湾的俗语话，互你做参考。